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22天的共读。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路加福音的第13章的1到17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段经文。拄迄个时，有几个人来对耶稣讲起彼勒岛开始伫这段献祭的加利利人的代志。耶稣应讲，因为这的加利利人受这款的灾难，恁就想讲，因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有犯较重的罪是无？我甲你讲，毋是，恁若无悔改，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咸菜，恁嘛想讲，西罗亚一塔倒落去的时，互伊第四18个人，比住伫耶路撒冷拢总的人有犯较重的罪。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悔改，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耶稣昨天我们看12章的后面，耶稣讲到他来是要把烽火丢在地上，是要为着神的国而走不同的路，而要分辨属灵的气候天气，知道神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作为，而且要趁着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审判以前能够赶快还清所有的罪债。而第1节13章第1节说，当时就是正当那时，表示12章和13章是相连，就是讲到耶稣来前面最后一次讲到耶稣像是法官的审判，所以就有人在场的告诉耶稣说，有些加利利人在向上帝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害。那比拉多是这个犹大的巡抚，那在历史的考察是在主后26年到36年，成为犹大的巡抚。比拉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以矛以枪为武器所以是一个充满这个暴力征战的一个名字那比拉多呢，让加利利有一些加利人在向上帝献祭的时候呢，被比拉多杀害。那什么原因呢？就查不出来，没有知道太多原因。但是呢，他们就是说，那是不是这个提出这个事件的人在问耶稣说，那一些被比拉多杀死的人，他们是不是被上帝审判？所以这个是这个背景。耶稣回答说，这些加利利人死于非命，你们以为他们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的，除非你们悔改，否则你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结局。所以耶稣说这一些的罪人他们可能因为遇到了灾难而罹难，但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罪的原因而罹难。但是耶稣要提醒的是，当罪人若不悔改，他的下场比这一些遇到灾难的人的灾难还要更加重大。所以除非悔改，否则也会遇到同样的灾难的事件。那耶稣也回应，在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18个人。那这也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可能是在那个时代或是那个年代不久可能众人皆知的事情。那耶稣也举例说，那18个被压死的人他们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坏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你们要是不悔改，也会同样照样死亡。所以让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意外发生，有一些灾难突然临到，那是不是那些遇到灾难遇到悲剧的人，他们就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耶稣说不是，在耶稣还没有审判以前，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悔改，所以不要用错误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人。这是只有在路加福音所提到的记载。那同样接下来第6章第6节也就是只有路加福音自己的记载。我们继续来看，后来耶稣甲因讲这个譬喻，伊讲有一个人伫伊的葡萄园种一丛无花果树，伊来迄丛树找果子，毋过找拢无。伊就对果园的人讲，你看我连续3年来这丛无花果树遮找果子，找拢无，甲伊抄起来，那就留伫定所在。迄个果园的应讲，主人啊，搁甲伊留1年，我来割四边的土，搁落肥，明年若有结果子就好，若无才甲伊抄起来。耶稣用这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讲到这一些不结果的无花果，就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因为他们听了上帝的道，就如同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这是在
路加福音的第8章，好，撒种的比喻是马太福音的第13章，他们也是一样没有落在好土里面，但是呢，在这里耶稣要强调是这个园丁，这是雇葡萄园的人，其实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还在为地上的人求情，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罪人求情，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所以他们已经3年了。那所以路加也判断，耶稣已经传道3年了，还有这耶稣还愿意再给他们再等1年的时间，耶稣愿意再挖松他周围的泥土，让他们能够多吸收神的道时候的养分，或许他们心窍开了，他们就能够通达，就能够明白神的道。好，接下来是第10节到17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伫一个会堂内底教示人。有一个妇人人互邪神附身，破病18年，身躯弯翘，未得。耶稣一个看到就叫伊来，甲伊讲：妇人人，你的病已经好啦。耶稣用双手甲伊看，伊的身躯随时存得，就归因根互上帝。不过会堂的主管因为耶稣伫安息日甲人医病，就真受气，对这人讲：咱有6日通做工。要医病，就伫这中间来医，唔应该伫这安息日。注应讲，假好的人，恁逐个人竟无伫安息日对雕呢、偷牛，也是有驴，牵去啉水。这个妇人人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已经受撒旦束缚18年久，伫安息日甲伊偷放，竟唔应该。耶稣讲这个话时，伊的对答拢感觉见笑。所有的群众因为伊所做一切奇妙的代志，拢真欢喜。那在今天这个最后的比喻呢，耶稣在安息日治好驼背的女人，这是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独有的记载。而耶稣在安息日呢，在会堂教导人，这个没有犯有法利赛人的禁忌的这个红线，但是呢，有一个被邪灵附身，那这个灵呢，它的意思是疾病的灵，一个女人疾病，腰老是弯着，不能站直啊，这个弯着或是台语说的弯翘啊，他是一个路加的一个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用的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名词是指脊椎弯曲症，它是一种病名，脊椎弯曲啊，所以就是驼背，但是因为他是路加医生，所以他能够用正确的这个医学的名字来形容这个女人的病。耶稣看见，就叫这个18年不能站直的女人说：“妇人，你的病离开你了。”于是耶稣就用手按着她，她就立刻直起腰来，就颂赞上帝归荣耀给神。那耶稣医治这个妇女，让她能够得医治释放，在安息日。可是呢，会堂的主管呢，他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可能接受是法利赛人一样的经学是一样的教导观念，在安息日不能做任何的工，所以他就说我们应该有6天可以做工。如果耶稣你要医病，你就在那6天，你为什么偏偏在安息日这一天来医病呢？你冒犯了安息日，你得罪了安息日。那耶稣回答这个主管：你这伪善的人，假冒为善，难道你们在安息日就不解开槽边的牛驴，牵去喝水吗？耶稣反问他们：你们的动物牲口在安息日都不用吃，不用喝，不用睡觉，什么都不用做吗？结果他们就答不出话来，不可能，答案是不可能。所以他们在安息日也是得去照顾他们的牲畜。而耶稣回应：这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就是犹太人的祖先，他被撒旦捆绑了18年。耶稣怎么知道他病了18年？那或许有人告诉他，或是这个女人告诉他，或是耶稣自己就是神，他知道。但是耶稣指出，这18年来，没有人能够医治他。难道在安息日就不应该解开他的锁链吗？会因着安息日就不能够解开吗？耶稣说这话，让他的敌人觉得惭愧。但是所有的人却对耶稣所做一切事情很兴奋。那和本说耶稣所做一切荣耀的事那现代中译本说一切奇妙的事。那今天13章讲到耶稣12章的审判，就是要在审判之前呢赶快和好。
那有人在13章这边提出，好，那这些被彼拉多杀死的，或是耶稣自己提的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这些人是他们自己的罪死吗？约翰福音也有人问说，有人生来是眼瞎，是他的父母犯罪，还是他自己犯罪呢？好，就是说都不是，又是要在这些罪人的身上、病人身上显出神的荣耀。而耶稣提到说，若不悔改，其实所遭遇的比这些罪人所遭遇的这些灾难呢更惨。而不结果的无花子，无花果树呢，耶稣也提醒他们，好，耶稣愿意再给他们的时间，但是呢，若再不结果子，好，也没有时间，无法再延长。而在安息日，耶稣医好那驼背的病人，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安息日是为人在安息日而设立，人是为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好，所以耶稣再次证明他在他的身上有权柄有权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看见主耶稣他不是要来审判世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来医治病人，是要来寻找拯救那失丧的人并且耶稣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提醒我们要再一次把握时机，要分辨神的季节，同时也要能够警醒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好，我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求神再次施恩典与我们。特别当我们遭遇疾病，当我们弯腰无法站直，无法挺身站立的时候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挺身站立勇敢向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各位平安。